而家我哋做一個鍛鍊腰腹嘅動作。咁呢個動作咧，最主要就會鍛鍊翻你腹直肌嘅肌肉。肌肉嘅位置咧，就係由你嘅胸骨，即係肋骨以下呢一度開始啦，去到你小腹嘅底部嘅。咁做嘅時候咧，我哋就需要用一張嘅凳啦，或者 sofa 或者床褥嘅地方咧，都可以做得到噶啦。我哋會坐喺呢張凳嘅邊緣位置，再將你嘅手咧擺喺凳嘅後邊，然之後再將個上半身向後傾斜，大概10至到30度左右，將兩隻腳合埋，抬高離地。咁注意咧，做嘅角度咧係會向喺你個肚臍一個直線嘅平面嚟嘅，即係話唔會太低啦，或者太高咁樣開始嘅。我哋會由肚臍嘅呢一個平面開始，咁樣可以保護翻個腰椎。由呢個角度開始，深呼吸一啖，呼氣，將對腳抬起，上到去胸口嘅角度，即係話由肚臍抬高上到嚟心口，落去嘅時候吸氣，上嚟嘅時候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將呢個動作咧重複做15至25下，就可以將個腹肌嘅位置咧收緊啦。